即是耶稣家己也辛苦，人若爱缀我，因就看无着人，也是伫地来缀我，因为伊若爱去关生命，要死落伊；伊若为着我死落生命的，要一直伊。一个跟对耶稣的人，就开始甲伊同行，伊的旅程，因开始的脚步充满着信心甲勇气，总是当路途矮搁远眺，也充满坎坷的时，因就忍耐，也袂少人就离开伊，放散迄个信心的旅程，总是遐个继续跟对主的人，耶稣就赐伊一个异象，就是一条用目屎铺出来的路。伫路尾有神迹，在听候遐个跟对耶稣的人，耶稣到路尾绝对袂为互家己，互因行家己的路。